喺澳門，永利作為高端綜合度假村嘅代表，不僅以豪華休閒娛樂聞名，更係透過頂級餐飲體驗，展現美食之都嘅精髓。近日，永利打造全新亞洲超人氣美食地標福樂亭，由即日起對外試營業。位於永利皇宮嘅福樂亭集結咗6間特色餐廳，同埋12間嚟自國內、新加坡、台灣、日本等餐飲品牌，每間都係耳熟能詳、人氣爆燈㗎。一入到福樂亭，率先有6間餐廳俾你揀，當中包括奇趣新派印度菜 Lila、超人氣名廚王牌水餃小半斤餃子、席捲中國烤魚之王探魚烤魚、重慶老火鍋新頂樓、珠光肉火鍋館、中國泥爐烤肉天花板、西塔老太太泥爐烤肉、年輕人嘅第一次omakase致敬壽司。再行入啲就係美食廣場區域，由12間美食品牌組成，當中有風魔亞洲百年鰻魚飯、4代木谷村鰻魚料理，仲有係嚟自台灣超難訂位嘅門前飲味牛肉麵，同埋台灣必食嘅西門金峰滷肉飯，仲有新加坡明星打卡辣沙王328加東辣沙，同埋都係新加坡必食米芝蓮推介安珍手工薄餅，新加坡國民最愛嘅團圓肉骨茶，接住都係新加坡馳名世界雞飯之王天天海南雞飯，當然唔少得永利自創特色烘焙品牌如豬魚包烘焙茶飲，仲加入咗新加坡超高人氣老字號咖喱角純發。想食燒味，仲有全澳首創高端明爐燒味八仔記粵式燒味店，最後仲有蟬聯米芝蓮嘅永作潮汕魚粥，同埋東北小串人氣之王陶小串東北燒烤等等呢啲風魔亞洲嘅人氣名店，而家全部都匯聚喺永利皇宮嘅福樂亭，一次帶你食勻亞洲排隊人氣名店啊！除咗美食吸引，福樂亭嘅裝修都係值得一提噶，由國際嘅頂尖設計工作室 David Collins Studio 傾力打造。福樂亭嘅場地設計就好似一個八字咁樣，夠晒好意頭，分別稱為翠亭同埋丹亭。翠亭就以綠色為主，中間呢盞吊燈係以捷克波西米亞玻璃千年工藝典範打造噶，係咪好似噴泉呢？至於丹亭就以紅色為主，而中間呢個鏡面雕塑由美國先鋒藝術家獨家設計噶，以扭曲嘅鏡面為影相打卡增添一啲玩味。最後仲有啲優惠資訊話俾大家知，福樂亭由即日起至到5月31號會推出優惠活動，只要消費滿80蚊就會即刻減15蚊。至於永利禮享嘅會員可以全年暢享95折嘅專屬優惠。另外賓客如果喺福樂亭消費滿20蚊，並喺小紅書或者大眾點評等平台分享美食心得，亦可以獲贈價值澳門幣20蚊嘅嘗鮮券。快啲拉埋你嘅家人同埋老友一齊嚟到永利皇宮感受一轉亞洲美食嘅頂配體驗啦！